大家好，呢條影片會教大家當收到無線平安鐘之後，簡單啟動嘅方法同埋使用指南。打開包裝之後，你會見到有主機、火牛同埋遙控。電池同埋電話卡，我哋已經預先幫你放咗入去㗎啦。我哋先將電源線插入機背呢一個位置，電線尾部向返中間，再掛入安全扣。記住需要長插電源㗎，之後就可以插上電源。再喺機背呢一個位置，開關掣推向左邊開機。無線平安鐘有兩個唔同顏色嘅燈，分別係綠色同埋橙色。當無線平安鐘已經連接電源，已經正常運作，主機通話信號左邊呢個綠色燈就會長期着住。如果確認插好晒電源都冇着綠色燈嘅話，可以再確認電線有冇插實，確認開關掣有冇推向左邊開機。如果檢查過晒都仲係未着綠燈嘅話，咁就要致電客戶服務熱線23388312，揾我哋職員幫手啦。而當主機連接緊服務中心，進行緊通話嘅時候，主機通話信號右邊嘅橙色燈就會着住，通話完成後，橙色燈就會熄返。稍後我都會教大家測試信號嘅。我哋建議將主機放喺屋企容易見到、就手同埋乾爽嘅地方，例如客廳或者冇雜物同牆壁遮擋個位置，方便接收同埋撳掣使用。當主機上面嘅綠燈長着，就代表完成㗎啦。之後我哋就要啟動遙控掣啦。我哋撳住中間呢個掣5秒左右，直到見到有綠色燈閃咗一下，就係成功啟動㗎啦。我哋建議將呢個遙控掣掛喺頸，亦都可以放喺床頭附近，方便使用。而呢個遙控器係有好強嘅防水功能嘅，所以就算沖涼嘅時候都可以帶埋佢入去㗎。當所有嘢都啟動完成後，我就會同大家講下無線平安鐘嘅用法同埋測試示範。先同大家介紹下唔同掣嘅功能先。呢個係黑色按鈕，聯絡24小時支援中心嘅掣。如果你有非緊急嘅嘢想問，都可以撳呢個掣揾職員幫手嘅。而紅色呢個掣同埋遙控上面呢個掣都係緊急求助掣。萬一真係出咗意外或者身體唔舒服，就要撳呢個掣即刻同我哋聯絡啦。如果你撳錯咗唔同顏色嘅掣，都唔使擔心，因為任何掣都一樣係24小時有職員提供協助㗎。今日我哋都要測試晒呢3個掣嘅，而日常使用嘅流程都係一樣㗎。我哋可以先測試黑色按鈕，只要我哋按下個按鈕3秒，然後放手，就會自動接通支援中心㗎啦。你同返職員講你係第一次開機，試下聲音同埋信號就可以啦。大家可以睇睇呢位職員嘅示範嘅。你好，一線通平安鐘，我係大姑娘，請問有乜嘢幫到你？我啱啱開着新嘅無線平安鐘，撳咗黑色掣，想試一試鐘啊。冇問題，對話清楚，唔該晒。好清楚，唔該。好，各位身體健康，天天平安，拜拜。之後測試紅色按鈕，同黑色掣測試嘅方法都係一樣嘅。遙控掣，我哋希望大家去屋企唔同嘅地方測試，例如睡房、廚房、浴室。而用法就係撳實遙控掣，直到綠燈閃咗一下，主機就會自動接通24小時支援中心㗎啦。你好，一線通平安鐘，我係張先生，請問有咩幫到你？我啱啱開着新嘅無線平安鐘，想試一試個遙控掣啊。哦，唔該晒，係，依家呢對話都清楚冇問題嘅，唔該。我呢邊有啲細聲，你可唔可以再大聲啲？哦，依家有冇好啲啊？依家清楚啦，唔該。唔該晒，咁我都祝大家身體
體健康，天天平安，拜拜。如果發現遙控掣啟動唔到主機，你可以試多一次，都係唔得嘅話，你都唔使擔心。我哋可以安排技術人員上嚟檢查，再提供一個增強信號嘅中繼器嘅。日後如果真係有需要更換電池，都可以用螺絲批打開呢個電池蓋更換㗎。如果喺測試中你發現機件唔正常，都可以打客戶服務熱線23388312等我哋幫你手㗎。多謝你選用一線通無線平安鐘嘅服務，祝你天天平安，身體健康。